对明年的元旦开始，因为基本工资有起，大约818万人，逐个月健保费平均就要加纳17块至33块。另外是2岁以下的囡仔，托育补助上济会当领到4500，劳保年金要到满64岁才会当隆重领。新年的新制度，咱嘛做伙来了解。 年尾啊，迎接2024，明年元旦开始有真侪项新制实施，包括基本工资条款，月薪由本来的26400块提高到27470块，差不多有179万的劳工得到好处；时薪由176提高到183块，预估有差不多60万的劳工得到好处。现在物价就是涨得比薪资调涨得还要快，就是还要多，所以不觉得这小幅的成长是有对。 基本的劳工有什么太大的帮助？希望还可以再调升高一点。因为现在真的，尤其我们在台北生活的话，其实吃一餐其实都蛮贵的。另外，劳保老年年金的清领资格为63岁提高到64岁，才会当领专业。0至2岁的托育补助嘛调升，送国托的每个月补助由5500提高到7000块，送准公托的每个月补助由8500块调升到13000。 那是一个每年差不多有9.5万的细汉囡仔得到好处。像是奶粉这些现在也很贵，对，所以就是如果有补助的话最好，然后如果是提升的话又更好。要买得起房子，这是最基本的住先顾好了，才会想要有成家立业，然后生小孩。关系到弱势族群的国民年金给付嘛条款，包括老年年金的给付、身心障碍年金基本保障金额等，一共每个月有172万外人得到好处。另外，因应基本工资的条款，健保投资金额分级表。 上加月投保金额嘛条款，一个818万人的健保费要加到17至33块不等，全年保险收入增加差不多52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